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袂说。好朋友，咱会记得讲，百几年前，满清政府将台湾挂予日本介管。当时台北城内当警上巡武，还佫有文武百官，大家众人会合，讲要成立台湾民主国。其中担当外交大臣的陈贵堂，伊就是留学法国。伊望讲会当引进法国的力量来解救台湾，甲日本对决，所以伊写一首汉诗，一字一句拢是花甲目屎。各种照例做伙来体会，做伙来读这首的汉诗。见面头一句讲：破碎河山结血记，恰看赤子不成兵。情因乱缺分道剑，烈木花天下变异。未必烟丁零剑合，熟连沧海有主意。观音方向频频望，何日迎来三色记？是啦，陈贵堂讲，如今清廷政府将台湾挂予日本，河山已经破碎。但这台湾的百姓万民，那亲像是基里同款咧，互人行。所以赤坎代表台湾。赤坎这证人赤子，手面趁这所有台湾这百姓艰苦人，讲袂尽的伤悲，情因乱缺，对着祖国犹原有期待，犹原有愿望，望讲祖国会当来解救，就要结果明冤，点伫咧官厅门口大声喊话。过去喊问讲我做叫魂，结果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分道剑。烈木花天下变异，大家出力嘛无法度挽回这个局势。下变异，就是讲过去咱是满清的子民，如今变做日本的国土咯。未必烟丁零剑合，未必能讲过去战国时代，龙泉太阿两支宝剑点伫咧烟丁会合，这款的机会有才调，搁再做无。台湾有遮尔好的枪术。什么人会当同情？什么人怜悯？熟连沧海有主意，沧海以外还佫有台湾这粒遗珠。所以，阮众人踮伫咧观音山顶头，目睭睨睨看，观音方向频频望，何日迎来三色旗？法国旗要来也毋来，历史已经留落遗憾，互陈贵堂嘛，互台湾人失望了。